为什么汽车跑呢？我上厕所。那你先依法配合我们吹气，好不好？我就到旁边上厕所。刚刚鉴于你那个逃跑行为，现在我有权利把你放这里啊。我上厕所好不好？我真的吹个气只要1分钟嘞。我真的。你能讲这么久，已经吹完了。能配合吗？不能配合的话，我得依法强制带你去抽血，好不好？麻烦你配合吹气好吗？先上厕所。吃完气就可以去上了，很简单的道理啊。不是说你说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法治现场。我就在这里上好不好？我是真的忍不住了。你再和我讲已经吹完了，你何必呢？我真，请你配合我们吹气，好吧？我就在这里上好不好？请你配合吹完气，就这里上。请你配合我们吹气，能听懂吗？我就这里。如果你配不配合？配合。配合，请你吹气。我去上厕所可以吧？我就到旁边上厕所，我是真的忍不住了。我就在这里上厕所，真的忍不住了。你喝酒了什么都不想这么多呢？喝完了就想要上厕所了，因为在和你开玩笑。3次机会不能去，现在就抽血了。我真的忍不住了，那就去抽血，走。走噻！你让我上厕所我就吹气。我再跟你说走不走？我上车到现在3分钟有了，吹完气已经上厕所都上2回了，你还在这里讨价还价是吧？抽完血之后你想上厕所上厕所。不是我手机掉，你帮我们接了没有？请你配合吹气，能听懂吗？不用转移话题，好吧？你先帮我看手机掉了没有？我懒得跟你讲了。你这边要强制去抽血啊！抽血去走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呢。抽酒的什么先规矩？你开车的什么先规矩呢？现在显得么子无解？冒汗一的，你显得那些甜甜点冒人可以救得了的，好吧？不停地要求上厕所，无非2种可能。第一呢是想谋划逃跑，第二呢是想拖延时间，自以为能够通过新陈代谢降低自己的酒精浓度。听我讲，帅哥，看到我，如果你今天是这家，如果你冒吹气，你100%会被拘留。想清楚，你现在配合我们的工作，有可以免刑免诉，不留案底的处理正情处理，请你配合。如果你继续还是不配合，我带你坚持抽血没问题。产生的后果是个人呐。可以。好，我抽。他在逃跑的途中可能打过电话，所以一直在拖延时间，自以为有天兵天将会过来帮助他。我们的法律法规会击碎他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，避免处罚的唯一出路就是不要酒驾。去，好，可以了。多少读一下。